自2026年5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奇妙非凡的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36篇第1节到2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36篇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着感谢万神的神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着感谢万主的主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只有伊做奇妙大事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用智慧创造天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甲地铺伫水的顶面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创造大的光体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用日头管理日时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用月甲星管理暝时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拍死埃及人的大囝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伸出大权能的手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甲红海分开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带以色列对迄中间过去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将法老甲伊的军兵迄落红海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带伊的子民经过旷野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拍死遐个大君王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杀死强各样的王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杀死阿摩利王西宏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杀死巴珊王国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将伊的土地赐予伊的子民做产业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赐产业予伊的仆人以色列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伫咱受屈辱的时，无袂记得咱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解救咱脱离对敌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伊使食物予所有的活物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着感谢天顶的上帝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奇妙非凡的主，回首过去的牧会生涯，上主伫我的心上行真侪奇妙的事。虽然我以早所做的一切，并无特别值得纪念的丰功伟业，反正伫生活中捌犯下真侪错误，但是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互我一路行来，蒙受真侪恩典。我知影家己是互上主呼召的仆人，爱踮教会尽心牧养伊的羊群。过去有真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拢是伫中小型教会服侍，有的教会甚至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舍礼。阮全家大细7个人，敢若会当住踮空间有限的牧师馆内面。总是伫服侍中，上主安怎按时供应阮全家所需要的，这是我人生中上真实的经验。当我已经超过70岁，今仔日的经文对我来讲感受特别深刻。诗篇136篇是真侪基督徒非常熟的诗，也有袂少音乐工作者运用本诗篇来创作诗歌。泰国族牧师周如峰就捌用诗篇135篇编写好听的诗歌。本诗总共有26节，每一节拢通分做
两部分，用下半句的伊的慈爱永远存续来呼应上半句。诗人称颂伊的慈爱永远存续的声音，贯穿全诗。这首诗真适合踮敬拜中上托，由带领者读顶半句，会众用下半句回应。诗中不断提醒咱，上主的慈爱永远存续，因为安尼，咱才得以安然度过每一个阶段。对诗中，咱也通看到，上主是一切美善的源头。上主本是好，是万主的主，所以伊堪得称颂。伊的慈爱永远存续，讲明上主对伊的子民必定信守盟约，永袂改变。不论伊的子民安怎挫败，伊拢袂背弃家己对因的应允。所以，上主的子民要因为伊的信息来称颂伊。第10节到15节讲到，上主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；16到22节指出，上主带领因行过旷野，进入应允之地。世人相信，现今上主也会拯救因脱离罪恶。一个真正听主的人，伫伊的祈祷中必能感受上主慈爱永远存续的意义。伫咱的生命中，难免有孤独、挫败、叛逆，度过黑暗暝，也是行伫死荫幽谷的时阵，总是因着上主的慈爱永远存续，咱必定有望。回到现实生活中，留心观察今仔日的基督徒，是毋是常常过头理性，失去灵性的顿悟？是毋是总掠做家己真厉害，认为所拥有的一切拢是家己努力争取来？现代人毋是因为散赤悲哀，是因为毋捌感恩悲哀。伫即个世代，有真侪人因为世俗的冲击，毋愿亲近上主，也毋愿安静聆听上主的声音。总是上主犹原不断施行慈爱，互人伫愚昧无知中看见伊奇妙的作为。默想，我有真实感受到上主的慈爱和能力无？我通讲出上主伫我生活中非凡作为无？我有真实感受到上主的慈爱和能力无？我通讲出上主伫我生活中的非凡作为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求你帮助我伫生活中见证你永远存续的慈爱，互人看见你奇妙非凡的作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